紅下集講3號生肖，我哋而家即刻收睇颱風新聞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今次嘅颱風新聞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喺下晝3點，颱風紅下集結喺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270公里，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。喺過去幾個鐘，紅下穩定地橫過南海東北部並略為增強。隨住其強風區及外圍雨帶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地區，本港風力會逐步增強，防風驟雨增多，海有大浪以及湧浪。天文台會視乎紅下嘅登陸地點同埋佢同香港嘅距離、烈風區大小以及本地風力情況，評估是否需要喺今晚9點至午夜12點之間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我哋預計紅下將會係喺凌晨1點至3點之間最接近香港，喺香港天文台嘅東北大約100至150公里左右掠過。同佢相關嘅大風大雨區將會影響本港，同目前發出8號嘅機率大約係75% 左右，主要係因為紅下比預期更加接近本港，烈風圈接近香港嘅機率更加大，有可能伸延至本港中部甚至南部。請繼續密切關注更加多嘅消息。目前本港地區仍然尚算係風平浪靜，由青衣嗰一度望出去呢，目前呢只係有一啲嘅密雲嘅啫。各位，颱風新聞已經報道完，我哋下次再見。